呢度唔方便講嘢，上去傾。我個月都有俾錢噶嘛，唔好搞咁多嘢啦。唔怕一萬，最怕萬一，搞咗咪一了百了咯。你等我諗下啦。猜小三啊！蓮姐，你喺度搞乜鬼啊？哇，撞鬼你咩？人嚇人啊，嚇死人㗎！你哋又嘈乜嘢啊？我見緊客噶喎。乜小三都算你嚇？趙叔你好，好耐冇見啦。吓？乜你哋識㗎？呢位係做 Anna， 係幫我哋公司搞強積金嘅 agent。呢位係蓮姐申請翻嚟嘅。蓮姐你好，阿長哥咧好老闆嚟㗎，每個月咧都準時同你哋供強積金，所有文件咧都做到清清楚楚，仲 keep 好晒啲強積金記錄添啊！喂，不如坐低先傾啊！飲茶。哇，飲返杯熱茶咧，個鼻舒服好多啦。阿 Joanna，頭先講到邊處話？每月嘅供款日咧，一般嚟講咧係每一個月嘅10號。咁阿長哥咧都會將你哋上個糧期嘅供款啦，連埋付款結算書咧拎嚟我公司喎。我次次都有早冇遲㗎。頭先做 Anna 仲介紹我用佢公司提供嘅網上強積金供款軟件，話會方便啲喎，唔使次次親自去交供款。喺網上計算咧又準確喎，加埋供款咧就咁快捷方便，而且啊仲好易用添。樹頭啊，用啦，為咗你遲咗交供款或者計錯數啊，可能會罰錢㗎。哦，原來你嚟鋪頭係傾呢啲，我仲以為以為咩啊？哦，冇嘢冇嘢，誒飲茶飲茶。飲茶。幾時供款？僱主必須喺供款日，即係每個月嘅10號或之前，將上一個糧期嘅供款交俾受託人。舉例，6月份糧期嘅供款日就係7月10號。無論糧期係長定係短，每星期或半個月出糧一次都好。供款日都係出糧日嘅下一個月嘅10號。請注意，如果供款日係星期6日、公眾假期、打8號或以上風球嘅日子，或黑色暴雨警告日，供款日就順延到下一個工作日。積金局製作嘅強積金供款日年曆顯示咗每一個月嘅供款日，僱主可以喺積金局網頁查閱或者下載。僱主將供款交俾受託人時，需要遞交一份已經填妥嘅付款結算書。受託人會按結算書嘅資料，將供款分配到每個僱員嘅戶口。受託人可以為僱主提供電子或預印版嘅付款結算書，當中已詳列僱主過往供款記錄嘅全部資料。僱主只需核實資料或自行更新就可以遞交。僱主喺每一個月供款後，需要喺7個工作日內將一份供款記錄俾翻僱員。如果僱主已經將供款記錄上所提供嘅資料列載喺糧單上邊，咁僱主就無需再向僱員發出供款記錄啦。另外，僱主亦都有責任妥善保存有關強積金嘅記錄嘅。建議僱主用受託人提供嘅電子或網上服務提交強積金供款同付款結算書，既快捷又準確，仲可以大大減省僱主嘅行政工作添。僱主除咗向受託人準時交足供款同埋相關文件之外，要記得為僱員提供供款記錄，否則有機會被罰款，最高罰款額係5萬。積金守法，僱主有責。有關本集嘅詳情，請瀏覽積金局網頁。